说明今天我们这场活动，发起的缘由以及它最主要的目的。我是3470地区2019-20的地区总监啦。我要上任地区总监，我就有一个构想，因为咱的年纪大家拢越来越老化，而且有失智的问题，已经是一个社会严重的问题。那我们政府对这个都很关心。我做这个活动，主要是说想说，我们做这个抛砖引玉，能够让我们社会大众再更专注一点，专注这个年纪老化的问题，造成失智的社会问题，所以我才办这个地区的那个抢救记忆的活动。抢救记忆活动，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第一炮，就是说我们5位社长联合起来做联合例会，想要把这个抢救记忆这个活动先告诉大家，我们有这个活动，所以我们用放射电影，让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失智症的问题。今天就是这个目的来做。那后面陆续还会有继续办这样的活动吗？对，我们在台南地区、嘉义地区还有云林地区，都在9月、10月份都会举办一些地区的比较大型的记忆那个失智症的筛检，然后做那个筛检过后，叫说这个筛检的人有怀疑失智的可能，我们会安排就医。我们是做一系列的服务，不是说我们这个筛检以后就把它你失智了，你有问题，不会这样，我们一定要有负责到底，把它安排就医，做医院检查。这个活动也是让大家关心这个失智的问题。